奇美医学中心伫2014年头一届参加177回冠状动脉疾病品质认证，成为南部第一个通过品质认证的医学中心。虽然伫今年的疫情严重状况下，冠心症团队嘛是继续努力，互因第3届得到这届的认证。借此嘛用提升台湾南部冠状动脉疾病患者有更较好的照护品质。从今年初的疫情开始爆发，我们还是做了很多针对这个冠心病的病患者的这些品质管理啦，的品质的提升来做了很多努力。那也很高兴呢，这是第3次通过这个认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奇美医院心血管团队啦对于这个冠心症的病人呢，其实一路以来呢，就是不断的去做了一些努力，包括这个品质的一些管理啦，病人啊，在这个整个疾病的一个控制啊，或者是发病了以后呢，在这个预防这个疾病的这个再发生啦，这个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项目来改善这些病人在这个疾病的控制的这个成果这样子。过去针对冠状动脉疾病的照顾，只有急诊医学部、心脏血管内科、甲护理团队来协助治疗。现在奇美医学中心整合跨领域的照护团队，加入心脏血管内外科、营养科，改分卫教师等，总共8个无同单位来组成心脏血管的动症中心，希望借此强化冠心症的患者照护品质。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